小朋友，你知唔知道點解喺新年我哋要貼揮春、放炮仗呢？原來呢啲習俗嘅出現係因為一隻怪獸。不如等我話你知呢隻怪獸嘅故事啦。相傳喺好耐好耐以前，有隻怪獸叫做年。年嘅樣子好嚇人，佢頭生牛角，眼似銅鈴，十分兇猛。每年除夕夜晚，佢就會走落山食牲畜，踐踏農田，有時仲會傷人。所以每年呢個時候，村民都會收拾晒所有嘢，走上山去避難。有一年嘅除夕，有一個老人家嚟到村外面行乞，但係村民們忙住收拾行李，封門鎖窗，冇人得閒理佢。只有一位老婆婆唔忍心，請佢入屋食嘢。老婆婆好心提醒個老人家，同佢講年獸就快嚟到，叫佢都快啲上山避一避。點知個老人家聽完哈哈大笑，佢叫老婆婆放心，俾佢留喺屋企一晚。佢有辦法趕走年獸，老婆婆勸極都勸唔到佢，唯有自己上山避難先。好快夜晚就嚟到，年獸果然出現咗。佢走咗入去村莊，一路行到老婆婆間屋前面，但係年獸突然停低咗。原來老婆婆間屋貼滿咗紅紙，屋裏面燈火通明，仲有噼里啪啦嘅炮仗聲。年獸嚇到成個彈起咗。呢個時候，老人家着住紅袍走出嚟，手入面一邊掟緊炮仗，一邊哈哈大笑。年獸嚇到即刻跑返深山，唔敢再返嚟。第二朝，村民返到嚟，發現村莊完好無缺，見到老婆婆屋企門口貼住紅紙，地上有啲炮仗燒完仲有煙，啲燭火都未熄晒。老人家同村民講佢嚇走年獸嘅經過，大家聽完好驚訝又開心。從此之後，大家年年除夕夜都會用紅色燈光、炮仗嚇走年獸同迎接新年。但你知唔知喺過年期間，其實仲有好多特別嘅傳統習俗呢？不如等我話埋俾你聽啦。首先係貼揮春同門神，大吉大利，年年有餘。啲紅紙上寫住吉祥說話，代表祝福同好運，保佑屋企平安。喺年28，仲有一樣好重要嘅習俗，大掃除，代表將所有舊嘢、衰運都掃走，迎接乾乾淨淨嘅新一年。過年前，大家仲會去辦年貨，買啲年糕、糖果、棉花同靚靚盤桔，因為桔同吉音一樣，擺喺屋企就寓意大吉大利。除夕夜仲點可以唔放炮仗啊？噼里啪啦咁響，唔單止嚇走衰嘢，仲代表新一年熱熱鬧鬧啊！除夕仲有個特別習俗叫守歲，一家人圍埋食團年飯，講笑講開心事，直到凌晨12點，一齊等新年到。正月初一就係拜年嘅時候啦，小朋友會對長輩講恭喜發財，利是逗來，然後收到紅當當嘅利是，入面有壓歲錢，保佑我哋平安健康。就係咁樣，年獸嘅傳說變成咗我哋今日過年嘅傳統。每年過年，除咗開心食玩收利是，仲係一家人團聚一齊慶祝嘅日子。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，心想事成。記住 like 同 subscribe，我哋下次再講另一個節日故事啦。